会听，头壳拢懵懵。伊的抗议精神最主要就是对不义的政权的控诉。我们要开始啊，好不好？伊文学内底有一种真立世、真面对世界。伊就是有这个土地性，感觉讲台语敢会当甲这片土地结合。甲今仔日台湾人的素质尽量来甲伊提悬，甲伊提升做新台湾人。先做，我红使就爱行这条路。人甲我讲一句讲，嘿，恁翁不是你的，因讲伊是台湾的。我会当做的代志，就是替咱台湾人做路财。